来看这校园的导护老师因徛伫路面的这个安全问题，到底是要由啥人来负责？其实到今也无一个讲法。公民团体今仔日举办记者会，呼吁相关单位来检讨导护制度，来定出教育训练也有配套的措施。导护老师协助学生过大路，结果互弄红灯的车弄飞，这是2023年发生伫高雄一间学校的交通事件，所凸显导护权益保障的问题。至少要给合理的训练、安全的保障，至少要有足够的保险，也就是我刚才讲的，譬如说你完全失能的时候，其实学校是没有能力给付的。那最后一件事就是法律的保障。我曾经接过成绩，他一整个学期都在站导护，也就是他说他的工作时期每天都在处于一个过劳的状况。那其实这个也有一点涉及职场霸凌。国民团体认为，参考英美等国的导护工作，拢是由有薪水的专业人员执行。日本是由退休的人士担任，虽然模式无同，不过拢是受过标准化的专业训练。台湾煞是各县市自行办理，课程内容无要求。问题提出建议啦哈，那当然也希望我们的交通环境事实上是可以改善，可是有些地方还是需要导护的人力。立委认为，导护工作爱落实降低伤亡，应该爱有明确教育训练，要求相关单位订定导护的权益保障制度，订定教育训练课程，让导护知影交通法规，会当紧急应变，降低可能发生的交通伤害意外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